所以有个人有问题嘛，伊人来行即个 shopping 啊，是死袂做问题的。啊，伊厝内无 member 啊，伊人啊对。单亲妈妈。即道我人马来西亚伫做是即款单亲妈妈较侪。你即个你会知影的嘛吼？几十年前嘛是安尼款。啊，有诶就是红豆嘅小三一大堆。即款咱讲袂了诶嘛，真侪代志诶。我咱讲这甘榜是最多问题的国家来的。啊对哦，又没有火车路，又没有飞机路，还是问题一大堆。这样叫回教国吗？我猜不是徛放迄个什么清真寺迄度啊？什么啊？无啦，伊是这卖衫裤的，卖衫裤的这个工人啊。安怎你知影伊卖衫裤的工人呢？啊，无路去安尼款，真惨哦。啊，这嘛是。